1980年代，政府为着要保护海花，伫中华风湾的海部种真侪海茄苳。不过，环保团体所发现讲，这海茄苳真高碳，开始威胁到南仔地的生态多样性，开始进行清理计划。即马也含这学校来合作，带学生囡仔来到南地啊，到清理这海茄苳，了解到生态基地。 学生囡仔行伫南仔地，虽然身躯拢是绿菇霉，但也是认真在清理海茄苳。中华风湾大城的南仔地有侪侪海茄苳，但是环保团体这几年发现海茄苳真高碳，威胁南仔地的生态多样性，开始进行清理计划，嘛甲学校合作，带学生来南仔地了解生态的议题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也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，我觉得很值得。就是一边捡那个海茄冬，然后就是一边就有看到一些招潮蟹出现，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很棒的体验。其实规个环境拢是一个大教室，因亲自去看问题发生伫倒，还是啥物物件造成问题，这对因来讲应该比用册本来读，看遐问题，更较有法度感动因。1980年代，政府为着保护海花，伫中华风湾的海部地种大约3公顷的海茄苳，即阵已经碳到30公顷。大量的海茄苳会改变南地的底层环境，影响水鸟仔找食。即阵伫落水溪出海口看过去，满世界拢是海茄苳，若拄着风台大雨，嘛开做大水。因为咱遮离落水溪足近的吼，落水溪就是水含沙量足悬的吼，啊，咱遮搁地站下旱，较会影响到咱遮排放安全。所以讲，咱遮你若要种，你若搁无好好管理哦，会对咱遮生态啦、安全、环境安全拢有影响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南仔地就是一个生态教室，学生实际动手夹海茄苳、看沙贝仔、食海边的地母菜，互囡仔了解这片土地的生态甲气味，同齐保护自然环境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